大家好，呢度係小小塔羅，呢個係為大家進行塔羅牌占卜嘅頻道。因為係大眾占卜，所以當中有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夾雜，所以未必每一個信息都屬於你。你只需要聆聽一啲令你覺得有共鳴又合適嘅信息就可以。希望呢個占卜能夠俾到你正面嘅指引。你要記住，未來絕對可以改變，對於未來一定要充滿期望啊！小小塔羅今次為大家占卜嘅題目係2026年就快到啦，祖先有乜嘢想同你講呢？只要當下你靜心喺畫面上面嘅雞蛋、肉片，又或者粟米粒入邊，用直覺揀選其中一款，咁你所聽嘅就係關於你嘅信息啦。1號雞蛋朋友，先睇一睇你2025年嘅整體狀況。喺2025年，你應該經歷咗一段內心掙扎嘅時期，可能係要面對選擇、人際衝突，又或者係情緒上嘅壓抑。而家嘅你開始願意面對現實，慢慢放低防禦，睇清楚問題嘅所在。雖然過程唔容易，但係呢一年你學會睜開雙眼，接受真相，而唔係逃避。祖先想要你知道，2025年嘅掙扎令你變得更強，你已經走出迷惘，學會放低糾結。嚟緊嘅2026年，請你帶住呢份清醒同勇氣，正面面對問題，繼續前行。想同你講說話嘅係一位頭腦清醒，但係曾經過於嚴厲、理性至上嘅男性祖先，又或者佢嘅能量偏向於男性。呢位祖先亦有可能係一位生前曾經因為堅持己見而同人產生隔膜嘅長輩。佢希望傳達一種放下過度批判同掌控嘅態度俾你。佢而家以更柔和嘅方式去守護你。對於2026年，呢位祖先喺各方面有乜嘢說話同你講呢？喺家庭方面會有穩步向好嘅變化，例如會購置房地產、搬屋，家人工作穩定，又或者有實際嘅家庭計劃推進。祖先建議你要耐心咁對家人付出多一啲實質嘅照顧同責任，而財務上就要有踏實同周詳嘅規劃，咁樣都會令到家庭嘅根基更加穩固。健康上要注意心理壓力或者一啲自我限制嘅信念，你可能因為諗得太多，導致陷入思維上嘅困境，而忽略身體發出嘅信號。祖先提醒你，你嘅身體同埋處境並唔係咁差，好多嘅限制只係你自己想象出嚟。建議你主動尋求專業嘅意見，進行身體檢查，多啲出外走動，接觸外界，避免精神繃緊而導致身體不適。喺財富方面，可能會出現基礎動搖嘅狀況，例如原本以為穩定嘅收入來源有變動，又或者家庭嘅開支會增加。祖先建議你唔好只依賴舊有嘅理財方式，要開始建立新嘅備用計劃，亦要注意同家人之間嘅財務界線，避免因為人情又或者慣性嘅開支破壞咗財富嘅穩定。事業或者學業上，你會有新嘅開始、新嘅諗法，又或者新嘅機會出現，亦可能係一個新計劃要作出決定嘅時刻。祖先建議你運用清晰嘅邏輯，勇敢咁採取行動，要記住行動必須果斷，唔好拖延。愛情或者人際關係上，可能會遇到唔夠成熟、缺乏熱情，又或者欠缺承諾嘅狀況，亦有可能係你對新關係有所退縮，唔夠積極。祖先建議你唔好因為一時無聊或者衝動開始關係，亦都唔好因為害怕而停滯。喺人際關係中，要更加真誠咁表達自己，避免孩子氣，又或者有逃避責任嘅傾向。對於2026年整體上，祖先提醒你，2025年嘅情緒包袱要學會放下，唔好俾過去嘅猶豫影響2026年嘅新開始。家庭同財富需要更務實嘅規劃，健康方面就要注意心理同埋行動嘅自由。事業上會有新機會，但係人際關係上就需要更加成熟，要把握清晰決斷嘅優勢。祖先嘅訊息帶住關心同埋鼓勵，
願你喺2026年走得更加穩健清明。以上就係選擇1號雞蛋嘅朋友，2026年就快到啦，祖先有乜嘢想同你講呢嘅相關信息，歡迎你哋留言，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 多謝晒。2號玉片朋友，先睇一睇你2025年嘅整體狀況。喺2025年，你可能經歷合作不順、計劃延遲，又或者專業領域上嘅挫折，可能係人與人之間協作唔順利，亦可能喺工作項目上遇到反覆嘅修改、團體嘅分歧。你甚至覺得自己嘅專業資格未被肯定。祖先想你知道，呢啲考驗係為咗令你自己去釐清方向，為2026年嘅調整鋪路。呢位想同你講說話嘅祖先係一位性格熱情，但係有啲衝動、行動力強，但係就唔係好有耐性去計劃嘅男性長輩，又或者係一位能量偏向男性嘅長輩。佢可能曾經因為直率或者急於行動而吃過虧，所以佢希望你知道，火一樣嘅熱情係禮物，但係千祈唔好俾佢燒毀咗計劃嘅藍圖。佢希望你能夠學識將探索嘅熱情同踏實嘅步驟結合埋一齊。對於2026年，呢位祖先喺各方面有乜嘢說話同你講呢？你嘅家庭可能將會迎接新生命嘅來臨，亦有可能會購買房地產，又或者居住環境會有改善嘅機會。祖先建議你以務實嘅態度投資喺家庭嘅未來，例如購買房屋、規劃子女嘅教育，又或者建立家庭嘅儲蓄計劃。祖先提醒你，家庭係你嘅根基，需要一步一腳印咁好好經營。健康方面，需要小心舊病復發，或者長期累積嘅壞習慣對健康造成嘅影響，好似新陳代謝嘅問題，或者慢性疲勞。過往忽略嘅身體警號可能會再次浮現。祖先建議你要徹底改變拖你後腿嘅生活模式，你需要調整作息，戒除唔好嘅習慣，或者要面對一直逃避嘅健康檢查。祖先提醒你，真正嘅轉變係由接納需要改變呢個事實開始。喺財富方面，你會有透過主動出擊、快速行動而獲得財富增長嘅機會，可能同參與新項目、短期投資，又或者跨領域合作有關。祖先建議你要勇敢，但係千祈唔好魯莽，要積極咁尋找新嘅收入來源或者投資嘅機會。祖先鼓勵你要瞄準目標前進，但係喺出發之前要先確認方向。事業或者學業方面，你有機會晉升同創業，或者透過水平測試獲得專業資格嘅認證。祖先建議你制定明確計劃，尋求資深導師嘅指導，透過考核獲得專業認證，咁樣將會帶嚟長遠嘅穩定。祖先提醒你唔好害怕承擔責任。2026年嘅人際關係要注意，因為工作忙碌或者重複嘅摩擦，導致關係當中產生疏離感。要知道機械化嘅互動可能會削弱感情嘅連結。祖先建議你重質不重量，與其勉強維持多段關係，不如專注於少數嘅真心交流。喺愛情方面，祖先提醒手工藝需要用心，關係亦都一樣，停止機械化嘅付出，諗一諗對方嘅真正需要。嚟緊嘅2026年整體上，祖先提醒你，家庭同健康係根基，需要耐心經營同埋斷捨離。財富同事業需要主動出擊，但係要有規劃，避免重複過去嘅散漫。人際關係要回到初心，唔好因為慣性而失去真誠。2026年，祖先鼓勵你喺變動裏面建立新秩序，要勇敢擔起領導自己人生嘅責任。以上就係選擇2號玉片嘅朋友，2026年就快到啦，祖先有乜嘢想同你講呢嘅相關信息，歡迎你哋留言，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
subscribe、share， 多謝晒。3號粟米粒朋友，先睇一睇你2025年嘅整體狀況。2025年裏面，你有唔完整、唔滿足嘅感受，外表嘅光鮮同成就底下，你內心仍然感覺到空虛。你亦可能因為曾經過度追求享樂同埋物質，而忽略咗精神上嘅滋養。祖先想同你講，佢哋睇到你嘅努力，但係亦察覺到你嘅疲憊以及失落。2025年或者係提醒你，真正嘅豐盛係嚟自內心同關係之間嘅平衡。想同你講說話嘅係一位能量偏中性，但係更傾向於男性嘅祖先。佢係一位曾經經歷重大人生轉變嘅長輩，可能係一位經歷克服成癮問題或者物質困境嘅祖先，又或者係一位喺家族當中敢於打破傳統枷鎖嘅人。佢想你知道，佢曾被執念所困，佢希望你能夠學會識別生活中嘅隱形枷鎖。對於2026年，呢位祖先喺各方面有乜嘢說話同你講呢？喺家庭中可能會有無形嘅壓力，又或者溝通上嘅僵局，部分人會感到被舊有嘅問題困住，甚至自我設限。你可能因為過度在意家人嘅意見而感到被約束，甚至陷入無力嘅受害者心態。祖先建議你嘗試坦誠溝通，因為好多家庭矛盾係源於講唔出口嘅焦慮。祖先強調你擁有改變家庭運作模式嘅能力，請先放下睇唔到出路嘅心理障礙。你要記住，家庭係支柱，而唔係囚籠。喺健康方面，祖先建議你追隨內在嘅指引，俾負面情緒流動釋放，注重精神嘅放鬆，多接觸自然環境，多散步，多觀星，多進行園藝活動。呢啲都能夠幫助你提升自身嘅能量。祖先向你承諾，會以寧靜、安穩去守護你嘅身心。祖先提醒你，2026年可能會因為衝動決策、信息誤判，又或者行動拖延，而導致財富上嘅損失，尤其係喺合作投資方面需要謹慎。祖先建議你，任何財務機會都請反覆查證細節，唔好輕易相信口頭承諾，要小心新投資嘅項目。祖先提醒，穩步累積比追逐風口更為重要。請你每月審查賬目，避免模糊咁消費。喺職業或者學業方面，可能會因為團隊分工不明、競爭意識過強，而導致同人哋嘅協作上出現裂痕。祖先建議你重新審視合作關係，優先同價值觀一致嘅人共事，避免強行融入表面和諧嘅團體，亦要專注個人嘅目標，少依賴團體嘅認可，獨立完成核心任務會更穩妥。祖先提醒你，真正嘅成功唔需要通過熱鬧獲取，有時孤獨咁默默耕耘，反而結出堅實嘅果實。愛情同人際關係方面，2026年你容易陷入勝負慾之爭，喺言語衝突上可能會短暫嘅佔上風，但係就傷害咗彼此嘅感情。祖先建議你要選擇和解，而唔係戰勝。有時退出爭執先至係智慧嘅表現。祖先提醒，喺你而家家族當中，曾經有人因為固執嘅言辭而失去所愛，請你唔好重蹈覆轍。祖先想你知道，佢哋見證你曾經嘅迷惘同埋渴望，亦都深知你靈魂中向往自由嘅火種。祖先鼓勵你喺家族中，請勇敢割斷恐懼嘅繩索。喺健康方面，請信任宇宙賦予嘅療癒力量。喺財富上，用耐心代替草率。喺事業中，寧可獨行，都唔好迷失於喧嘩。喺人際關係方面，要記住，真正嘅情感連結源於理解，而唔係勝利。2026年，你將行走喺蛻變嘅路上，祖先一直都會以星光守護住你所行嘅每一步。
以上就係選擇3號粟米粒嘅朋友，2026年就快到啦，祖先有乜嘢想同你講呢？嘅相關信息，歡迎你哋留言，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多謝晒。